你好，我们要办理结婚登记。前几天我们有先打电话预约。你好，我2月辦結婚登記。前幾日我哋要先打電話過來預約。你好，我2月辦結婚登記。前幾日我哋要先打電話過來預約。啊，恭喜你們！恭喜你哦！恭喜你哦！谢谢你哦，也祝你们步步高升，百福千祥哦。希望也祝福你哋步步高升，百福千祥哦。希望也祝福你哋步步高升，百福千祥哦。谢谢你。有准备结婚书约和身份证、户口名簿吗？是嗎？結婚書約、攞身份證、戶口名簿要準備嗎？是嗎？結婚書約、攞身份證、戶口名簿要準備嗎？在這裡，這邊是俊宏的爸爸和媽媽在證人欄的簽名。第兩位，你係準備咗喺證人欄嘅簽名。第兩位，你係準備咗喺證人欄嘅簽名。好，要跟你們確認，這都是他們本人親簽的，對嗎？是的。我讓你的確認，你通拍係記得本人親身簽嘅錯嗎？我讓你的確認，你通拍係記得本人親身簽嘅錯嗎？還有兩位的照片，我看一下。還有你兩位嘅相片，講來看一下。還有你兩位嘅相片，講來看一下。這照片好像太小了耶，需要專業證件照那種哦，要直4.5公分，橫3.5公分的。相片重新太細了哦，而專業證件照該種哦，而大尺寸4.5公分，橫界3.5公分。相片重新太細了哦，而專業證件照該種哦，而大尺寸4.5公分，橫界3.5公分。就跟你說不行吧，你還不相信，哼！那該怎麼辦呢？就老你講做唔得咧，你還唔相信，哼！該用個山咯。就老你講做唔得咧，你還唔相信，哼！該用個山咯。別擔心，那邊就有一台快照機器，你去照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唔是哦。該片就有一台快照機器，你去翕一下動腳就好。唔是哦，該片就有一台快照機器，你去翕一下動腳就好。但要注意上面的說明哦，額頭到下巴，你照着使用說明做就對了。但係要注意當背嘅說明哦，額頭到下眼，你照嚟使用說明做就錯咧。但係要注意當背嘅說明哦。額頭到下眼，你照嚟使用說明做就錯咧。我跟你去，免得又拍錯了。我聽你去，樣怕又翕唔錯咧。我聽你去，樣怕又翕唔錯咧。相片拍好了嗎？相片翕好嗎？相片翕好嗎？好了，請你看一下。好嘞，請你看一下。好嘞，請你看一下。這樣可以了。安榮走的，安榮走的。這裡有兩位的資料，還有兩位證人簽名。兩位有兩三個資料，還有兩位證人簽名。兩位有兩三個資料，還有兩位證人簽名。結婚日期是今天，請兩位在這邊簽名，電話也要填上去。結婚嘅日呢係今半日，請兩位到兩邊簽名，電話咪要寫落去。結婚嘅日呢係今半日。請兩位到兩片簽名，電話咪要寫落去。戶口名簿加上更換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總計規費是230元。戶口名簿更換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總共規費係230元。戶口名簿更換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張，總共規費係230元。請稍等一下，請等一下，請等一下。謝謝你。是夢怡，是夢怡。